后来讲到火烧厝，要来提醒大家，火场撇烂，都爱选有窗仔门的红码头的架景。进前，高雄医学大学院长的查囝竞赛，一家95个人死伫的火缺，都是因为规间厝拢是用柴板类架景装潢的，所以火一日烧起来，安尼轰叫，根本都袂负逃生。咱的记者实地来做测试。这个柴板的装潢，若拄着火，真会烧扬起，这个浓烟就会窜入去房间仔底。所以，伫火场逃生，一定都爱选迄种有窗仔门的暗码头的架景，关门开窗化救人，才会当来争取到黄金救援的时间。高雄消防局第5大队嘛用3只猪仔囝甲火野狼做主角做动画，到校园去宣导正确的逃生的观念。当3只猪仔囝拄着火野狼，柴房的架景千万袂使迷。二哥躲进木造隔间，火野狼的火焰一下就烧进房间。要么就是暗码头的建材，这个猪仔囝佫会使冷静等人来救。火野狼的烟也进不来房间。高雄消防局第5大队做这个古水网架，宣导火场逃生的闭关。若拄着火烧厝的时，爱秘伫安全的所在。火势很小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就往下逃。想到袂使秘伫房的架景内面。记者实地试验，柴板拄着火，真短时间就会烧一空烟，就会灌入去。像这样挑，它里面就知道是空心的。那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它本身就会变成它是可燃物。那如果说躲在里面的人，他就没有获救的机会。当在火场遇到浓烟时，谨记躲进这种有水泥的隔间房间，并马上关上门，接着拿毛巾塞住门缝，再来是开窗户打电话。纵使它受热之后，热会往里面跑，它的传导性是很慢，然后会散开。再怎么烧，顶多就是外墙的水泥墙剥落一点点而已。千万要记，烧火赶紧走，若乌烟就要关门。爱经有对外窗门的房间等人来救，这才是逃生上要紧的代志。